真台湾甲美国的21世纪贸易倡议，昨暝签头一批协定，这是咱两国自1979年以来上大规模的贸易谈判。那中国这边当然是袂得啦，批评美国违反一个中国的原则。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批协定6月出现伫咧华府美国在台协会总部，由咱国驻美国代表萧美琴甲 AIT 执行理事蓝英代表双方签署。这是自1979年以来台美之间规模上大、上全面性的贸易谈判。签署前即对社会大众公布的条约文本，期盼让国人更加了解这协定的内容。那今晚所签订的协定不但深具历史意义，也是新的开始。那相关任务还没有结束。这边台美倡议包括贸易便捷化、良好法制作业、加中小企业等5大签署议题。这是台美自1979年以来签署几个上完整的贸易协定，代表台湾的经贸制度符合国际高标准。估计像货运业者、快递业者、航商加出口业者，抑个中小企业拢会当受到好处。对此，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加中美3个联合公报。美方应当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不得与中国台湾地区商签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不得借经贸名义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伫咧第一批协定签好了，台美之间将会就倡议之下的野外贸易领域开始协商。不过行政院认定这个倡议是行政协定，唔是条约，所以这个会送立法院查照。但是立法院国民党团加民间团体要求要依照条约缔结法送国会实质审查。记者综合报道。